再講下肌肉減少症，即係簡稱嘅肌少症。其實每10個人就有3個患肌少症㗎啦。80歲以上更係高達67%，男性比女性風險更高，因為男性肌肉基數大，流失嘅速度更快。肌少症可怕之處係在於佢嘅連鎖反應，肌肉少咗，行路唔穩就容易跌倒，跌親就會導致骨折啦。如果臥床之後咧，肌肉進一步萎縮，就會造成惡性嘅循環。數據顯示，肌少症患者佢嘅骨折風險係正常人嘅3倍哦。一旦骨折，1年入邊死亡率高達20%。更關鍵嘅就係肌肉流失，仲會拖累心肺嘅功能。爬2層樓就氣喘，夜晚瞓覺會胸悶，好多時候並唔係心臟嘅問題喎，而係肌肉冇力拖累咗全身嘅循環。人係由55歲開始腸胃先衰老，腸胃老化都會造成肌少症。好多人以為食得多就有營養，其實如果腸道吸收力下降，食入去嘅營養可能有一半係冇被用到㗎，咁就會消耗肌肉入邊嘅蛋白質。腸道老化咗就會偷走我哋嘅肌肉，就係咁解啦。